中電一心為客戶提供適切支援。2021年首次推出中電消費券計劃，向接近80萬個家庭，每戶派發100港元消費券，推動經濟復甦。計劃推出至今，共撥款累計超過2億7千萬港元，惠及接近270萬個家庭，刺激本地經濟，支援弱勢社群。中電消費券計劃多年嚟有超過3500間商戶嘅參與，為香港嘅餐飲同零售業注入源源動力。參與商戶嘅類型更涵蓋食肆、餅店、雜貨店、電器鋪、藥房、理髮店同社企零售商店等。呢幾年多得中電消費券，除咗多咗街坊嚟幫襯，亦都有唔少新客嚟我哋鋪頭消費。我哋平均都多咗1成生意，而且客人叫餸都唔會話就住，伙計做嘢都醒神啲啦。我哋都積極考慮緊同中電嘅消費券計劃推出一啲聯乘優惠，加大吸引力。我連續幾年收咗中電嘅消費券，有時買日常用品，有時用餐，幫輕生活開支。中電今年再度推出消費券計劃，帶動社區消費，為社會經濟帶嚟乘數效應，而且仲減輕大眾嘅生活負擔。中電一心為你。